来看关心义消团体今仔指出讲，现代翁仔某离婚率是真悬，也毋过爸母会主动甲囡仔讲，因准备要离婚的比例是无到1成。义消团体是呼吁讲，准备要离婚的翁仔某应该爱主动说明，互囡仔充分来了解，卖当来增加囡仔的安全感。当时孩子都是在幼儿园的这个情况下，也没有一个适当的机会跟小孩子说。 同时也不知道要怎么跟这么小的小孩子说。这夫妻在离婚的过程，常常拢唔知影要安怎个代志讲，互囡仔了解。但是艺人李派如用父母的离婚经验，呼吁讲应该爱互囡仔了解父母要分开的事实和刷来的生活规划。会缺少信任，那缺少信任，我觉得对于小孩他会成为一种习惯，一定有。 包含未来的交友关系，交朋友的时阵，嘛会较无安全感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资料，2022年有51000对夫妻离婚，结婚无5年离婚的占上济，大约是34.3%。但是伫咧离婚的过程，父母永远无法度照顾到囡仔的心理健康。至少宽心会就拍影片，呼吁家长针对离婚这件代志，囡仔其实有知影的权利。 因为其实孩子有知情的权利，那我觉得当孩子知道之后，或许这个家庭的成员他们能够更一起去面对，而不是他们只能够用比如说揣测的啦、观察的啦，或者甚至是去当父母之间的桥梁。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孩子不用去承担的部分。 至少宽心会特别指出，这家长在离婚的过程，因为无向囡仔甲话讲好清楚，致使因会认为父母离婚是家己唔对，未来伫咧社会参与度嘛较低。因呼吁家长爱配合囡仔的理解程度，向囡仔说明清楚，安尼才会当预防心理创伤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